小王子行过沙漠，敢若拄着一蕊花尔尔，有3万的花，无啥物特别的花。牛仔，小王子讲。牛仔，花讲。人拢走倒位去啊？小王子真好咧甲问：这蕊花有一天捌看到一阵绿岛相对经过。人哦，我想应该有6、7个人。我是几啊年前看到的，毋过一直毋知影要去倒位找，是风甲因带来的，因也无紧，所以感觉真碍叫。再会。小王子讲。再会。花讲。